正所謂咧，燒雞翼我中意食，但係原來喺日本咧，大家燒嘅唔係雞翼而係和牛啊！日本嘅 BBQ 文化咧，其實同香港係非常之唔一樣嘅。香港人燒嘢食咧，通常都係一人一支 U 型叉啦，各自各燒自己嗰份啦。但喺日本咧，通常都喺爐上面放個網或者鐵板，再由日居卡卡啲咧負責燒俾大家食。由於 Kaspi 嘅鄉下咧喺兵庫縣嘅北邊啦，每一次燒嘢食咧都一定會出現鄉下名物大馬牛。香港 BBQ 靈王咧係牛，但係咧日本人通常咧都係配燒肉醬汁，所以比起咧香港人認知嘅 BBQ 啦，日本咧就更加似係戶外燒肉大會。仲有一樣咧，我覺得好有文化衝擊。香港人燒嘢食咧會燒麵包啊、棉花糖啊，但係我老爺奶奶竟然從來未試過燒麵包，反而咧日本人咧係會燒飯團，個表面燒到脆脆地啦，再搽燒肉汁啦，其實都真係幾好味嘅。一定要留意一啲煙咧，唔好吹到去隔離屋。最後嗰個幾有趣嘅文化差異俾大家知啦。雖然咧日本平時咧好多時候都係由女性去負責煮飯啦，但係一到 BBQ 咧負責起火啊、燒肉咧，通常都係男人。好似我老爺咁啊，平時係完全唔煮飯，但係一到燒嘢食咧就會全程負責燒。聽講咧日本人就會覺得咧識燒嘢食嘅男人咧係特別有男子氣概。